台北市的南西商圈是真侪少年人家去踅街的所在。不过最近当地有超过70间的店，拢互人检举违反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自治条例。商圈即马嘛有成立发展协会筹备处，有提出3项诉求，表示希望会当来建议来配合市府改善噪音、环境，也有交通的问题。 南西商圈特色小店真多，是不少人踅街的好所在。不过最近，南西商圈面临团灭的危机，超过70间店头，互人大量检举违反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自治条例。市府要求限期2个月来改善，若无上严重，应命令停业。现行法规路宽要8米，主要是为了消防安全以及住宅宁静。 那我们的巷弄比起其他商圈或夜市的都相对畅通，我们的消防车跟救护车绝对都可以通过。倘若我们的自律更好的条约，在地居民多数可以接受，且我们也能维持在地居民的居住品质。那这样不符合现况的僵固法规，是不是需要该被检讨？ 店头表示，遭到检举的违规样态有2种，第一种是店头应该设伫6公尺以上的巷道；第二种是餐饮空间应该设伫1楼或者是地下1楼。商圈自助发展协会筹备处早起甲在地居民甲厝主开记者会，强调商圈住户店家相处是真好，也承诺店头自律，愿意配合市府改善住地区受影响的噪音、环境卫生、交通这问题。我其实是不太知道说到底有多少人去检举或抗议。台湾好像对于很多事情不满就是推翻就是改变，其实我觉得改善比改变更重要。你如果你家台北有无限的可能，所有的人都在地生根，我想请问你一下，你要给我们无限的希望呢，还是给我们无限的失望？ 台北市新中山巷仔好生活商圈发展协会筹备处也提出3点诉求，包含台北市府应该对中山相连捷运沿线、自沙自市用地都市计划各项检讨变更，对这一摆受影响的店头专案列管，甲邀请议员作为市府甲民众参与的沟通平台。那由于住宅区3圈发展蓬勃。 跟住户生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，所以也期盼呢，商家串联之后，还是要跟当地的居民加强沟通，取得共识。台北市都发局进一步表示，市府乐见南西新中山商圈甲赤峰商圈相加筹备组织，也希望店头串联了后，甲在地居民沟通有共识。后续市府也协助辅导，佮启动跨局处会议来研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